世界12强棒球赛伫咧台湾时间11月初10比赛，台湾甲日本、韩国、古巴、多明尼加甲澳洲排伫 B 组。B 组预赛13开始拍，台湾队头一场就是伫台北大巨蛋对战这个韩国队。昨举行赛事记者会，棒协的理事长高仲良就致辞的时，画出世界排名的目标，要冲到第1名。我们现在世界排名本来是第4，现在我们今年的努力呢到第2，我们目标是第1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话虽然不中听，可是我想也是努力目标，就是我们的职棒真的是必须要加油。我们的职棒呢拖累整个我们的排行。我们的基层棒球一直在进步，可是我们的职棒一直在退步。棒球的提升应该是全面性的。我想我们的本土投手也欠缺嘛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，需要支持棒球的这些企业多多投入职业棒球的运动。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表示，棒球会提升是全面性的，本土投手也真欠，有真侪结构性的问题，需要企业投入职业棒球运动。蔡其昌也讲，世界12强棒球赛的名单按算10月初会确定。